眼下只有一个法子可以救你们二人。什么办法？吸尽清风化煞，变成异人，然后再成为木纹原乡的守护灵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所谓清风化煞里的煞气，就是灵域的空气。当时我和原香都性命不保，但我若能成为异人，便能保住性命。我若成为原香的守护灵，便能消除他的病变。所以，木纹原香，他是寂灵人。对，所以你也是寂灵人，因为你身上有原香的血脉。那我爸爸妈妈他们呢？他们不是。你的父亲有寂灵基因，但表示为隐性，所以不表达。哦，好闪，牛鞭学霸。那后来你跟老祖宗就……我虽然是原香的守护灵，但碍于所心恋，只能默默地待在寂灵空间里。而师父为了避免他担忧，就也没有跟他说出真相。所以，你到现在还是一个童子吗？老祖宗，这也太暴殄天物了吧！老祖宗，你造的孽，当子孙的替你还了。主人，时间不多了，锁心里开始收紧了。不是吧？不让出来就算了，连在梦里都限制时间啊！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两个链子给弄断？当我们心意相通的那一天，锁心链自然会熔断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打断这个枷锁的，因为你演好。他这说的是梦话吧？春梦吧？小刘，早安。是午安。你们看网上的帖子了吗？昨晚有好多人在城市各处失踪，然后又出现在其他地方，当事人均表示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随行的朋友可以作证。看了，还有人说失踪处都是在小巷子里，我男朋友怀疑那些巷子有可能是虫洞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前天晚上天空那道光吗？天上看起来简直就像另一个世界。我男朋友说啊，搞不好还真有什么时空隧道之类的，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连起来。等等，
你听谁说的？我男朋友啊。为什么我男朋友说过一样的话？难道他是群发的？有可能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锁心链，火将军果然家学渊博，竟有这等古籍。看来锁心链是什么，你早就知道了。当然，那你还执意要带他上路，还要训练。如果锁心链熔断，他体内的家伙放出来，你认为他能应付得了吗？所以才需要训练。守护灵和禁灵人的契约关系，本来就是你给我力量，我护你心神。当夏小姐和她的守护灵心意相通之时，锁心链就算熔断，又能如何？你说的倒是挺轻巧，这种事情不是这种小情小爱可以点化得了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火将军不用焦急，毕竟还有鄙人在。好一个兵来将挡！既然鬼先生口口声声说我是火将军，看来有些兵我是不得不打了。哦，鬼先生，火将军，喂，妈妈，我已经出门了。你不用来了，我们都上车了。啊，可是我已经出门了。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。昨晚上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啊，好吧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。啊，哎，我挑了几个相亲网站，觉得靠谱。等会儿啊，我发给你。妈妈再见。喂，喂，香菱姐，我是玄亮，我哥哥和鬼叔叔要为你打起来了，你快回来。男人的事不该让女人来掺和。鄙人已经充分了解了火将军的立场，但既然是男人之间的分歧，那就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吧。若我赢了，咱们立刻上路。鄙人赢了，我们等夏小姐来了上路。住手！听说你们两个男人要为了我决斗啊？不是为你决斗，是为了摆脱你而决斗。鄙人希望可以带上夏小姐一起，夺回灵怀之，修复灵书。所以曹彦斌赢了，我就得滚回人界；鬼先生赢了，我就得跟着上路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让你圆圆润润的滚回人界。夏小姐，请放心，火将军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他已经输过很多次了。等一下，两位先生，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？在你们二位做决定之前，是不是先应该问一下我的意见？上不上路的是我，回不回人界的是我，被不被开脑的还是我，所以该做选择的应该是我自己，而不是你们两个替我做决定。拳脚相向，用什么所谓男人的方式？拜托，这根本就不是男人的方式，这叫直男癌。鬼先生，我想请问你，昨夜我爸妈误入罗刹街，是因为灵怀书被毁吗？是。昨夜令尊突然晕倒，是因为在激烈的挣扎中吸入了太多罗刹街的空气，人类的身体并不能适应灵域的环境。
那如果镇魂街和人界相通的话，人界的空气会流入灵域，灵域的空气也会流入人界，所有的人，灵人、异人，人都会死。我要上路。我反对。那是我的意见，你要反对就跟我打。你该不会想利用我不打女人这招吧？对呀，怎样？哼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祭灵人可以往返于两界，换言之，祭灵人存在于两个世界，拥有两个社会身份。我的行为模式和处事方式一样有两套。不打女人是我在人界的处事方式，在镇魂街我会杀人。如果你要跟我们一起上路，可以，不过我得警告你，在这里你不会遇上跟人界一样和平处事的人。这镇魂街是一个弱肉强食、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。哥，夏玲姐也是想帮忙，但前提也得是帮得上忙。这样吧，你若能挡下我一招，我就让你跟我们一起上路。好，死了可别后悔。许褚，李轩辕，赢了。夏玲姐，夏玲姐，夏小姐，夏小姐，这一次算你赢了。你在干嘛？火将军不要紧张，我只是消除了夏小姐的记忆。话说，火将军进来，不也是要做同样的事情吗？多亏了火将军，公交车祸的具体过程，夏小姐已经不记得了，但这件事儿她还是知道的。眼下夏小姐要和我们一起上路，有些麻烦的记忆。还是忘记的彻底一点。火将军能想到的，鄙人也会想到。哥哥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走啊？你留下来。为什么？你留下。你不那夏玲姐是觉得她召唤不出守护灵，我可是很强的，只是没有哥强而已。正因为你很强，所以你要留下来。如果我们都走，谁还镇罗刹界？如果一人作乱，伤害无辜，谁来压制他？哥，从现在开始，这条街你说了算。
纵然已有太多人沦为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仍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，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，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，退亦无可退，一生错背，将所有负罪燃尽社会。有太多人沦为他们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已有再多